苦路14站係紀念主耶穌基督走向十字架嘅受難之旅。呢一個傳統源於聖經同埋早期基督徒嘅信仰實踐，並且跟隨歷史嘅發展而逐漸形成。喺公元313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詔令，正式將基督教合法化，基督徒可以自由前往耶路撒冷朝聖，親身感受耶穌受難嘅歷史場景。當時君士坦丁大帝嘅媽媽聖海倫娜亦都到過聖地，並且確定咗幾個關鍵嘅地點，包括有各各他同埋聖墓。到咗8世紀，基督徒開始沿住固定嘅路線去朝聖，參觀同耶穌受難有關嘅聖地。喺11世紀嘅時候，十字軍東征嘅期間，聖地被奪回，並且進一步確立咗呢一個苦路嘅路線。喺1342年，教皇任命方濟各會為聖地嘅監護人，並且鼓勵信徒親自步行行苦路，紀念基督嘅受難。呢一個做法逐漸傳播至世界各地，使到基督徒即使無法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亦都能夠喺本地嘅教會裏面進行對耶穌苦路嘅默想同埋紀念。漸漸亦都成為基督徒喺四旬期間同埋受難日進行嘅屬靈默想同埋祈禱。苦路14站嘅設計係根據聖經嘅記載、歷史情景同埋人嘅體力限制而作出推論，目的係要幫助信徒深刻反思耶穌為救贖人類所承受嘅苦痛。呢14站包括有耶穌被判死刑、耶穌背十字架、3次跌倒、耶穌同瑪利亞相遇、被釘十字架等等，最終以耶穌嘅安葬作結束。每一站都讓我哋見證耶穌無私嘅愛同埋無限嘅寬恕，佢甘願為每一個人承受苦痛，讓我哋明白真正嘅愛係願意捨己並且付出行動嘅愛。每一位曾經走過呢條苦路嘅信徒，都會被主耶穌嗰份無怨無悔嘅犧牲而深深感動，並且喺佢嘅愛裏面重新得着力量同埋盼望。